好啦，乡亲啊，咱做客若是爱徛真久，爱注意这种铺骹筋的问题。中华有一个60岁的总婆，因为长期徛咧煮食，结果2支骹的骹肚铺骹筋是铺甲真厉害，铺甲袂输是毒菌仔在烧，搁会胀、会痛、会痒，这个药就真空流血，所以伊拢唔敢来穿底裤。伊实在嘛真蛮皮，讲实在是啉甲挡袂牢咯，才甘愿去互医生看。医生讲这已经真严重啊，食药啊食袂行，爱开刀。 2支骹拢肿起来，阁真红，皮肤表面阁铺骹筋，而且真圆翘，看起来肚内规个拢是毒菌啊共款。这双毒菌啊脚是中华一位60岁姓张的总婆师的。10几年来，伊逐工拢徛10几点钟煮饭做菜。一开始脚有淡薄铺骹筋的时，医疗准无安怎，后来愈来愈严重，阁会真痒，一咬着破皮流血，伤害皮肤嘛变甲真肿，阁较烧热嘛唔敢穿底裤。碰到就很容易出血，近年来甚至有开始出现溃疡的状况。我们使用微创的内视镜手术，把它做一个静脉曲张的一个切除手术。 总破菜手术了后，脚腿才恢复正常。医生讲的铺骹筋大部分是徛伤久造成的，因为静脉当中有瓣膜帮助血向下骹流，合起来时阵会使防止血流唔对方向。不过徛久，脚腿的压力伤悬，瓣膜合起来能力变歹，血就会流唔对方向，接伫静脉当中，造成血管会肿会变形。静脉的都是缺氧血，等于说小腿都泡在这个缺氧的静脉血里，久而久之就造成静脉炎、静脉溃疡、静脉曲张。需要徛真久的职业，像总破师老师、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，阁有空服员拢是较会有铺骹筋的问题。所以医生提醒，上好10点钟活动一摆，爱坐好正，莫翘骹，定定甲骹揪到比心脏搁较悬的位置。做工课时，嘛会使穿较会当伸揪的袜仔。发现家己有铺骹筋的症头，嘛要赶紧去互医生看。